所以咱即马PowerPoint 看无问题吼。可以。这边摸了。你当这边整啊，别去别路就看。好，搁1分钟，我来甲大家声先关起来啦吼。各位仔平安，咱即时礼拜前，咱做伙来插到下头来祈祷咧平安的心。阮伫天顶嘅上帝，阮知你真疼阮，因为你有你嘅疼，让阮今仔日大家会当去接受你嘅面前，同心要来敬拜你。特别上帝，阮来感谢你，你有透过阮嘅教会，特别新约教会，阮有。照政府规定，阮袂当来到教会礼拜已经差不多5个月时间。但是阮来感谢你，你教会有团队有阮的牧者的带领，继续用无相款的方法来做个聚会、会友中也相沟通的机会。阮这新约教会虽然小小的教会，这小小细百的会无地够去花去。因为特别上帝阮，每日伫阮生活中拄着有一个无方便的所在，阮来将一切来交托伫主的手中。无论阮拄着偌大的艰苦、忧伤、烦恼，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让阮有坚固的信心来面对阮遮所拄着遮困难。阮知你是阮的性命，你是阮的性命的保护者。若是踮伫主在你的这边，就无啥物通好惊赢啦。如果阮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阮了有违背上帝旨意的罪，我求你赦免阮无你的成就阮的罪。我来感谢你，也表示阮非常会当得到阮赦免对，求主牵起阮的心，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帮助阮用敬虔心，做伙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一切拢是靠这所祈祷心来求，阿门。咱即时来开始礼拜。
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伊的道路，万国中知伊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和乐你，愿列邦拢和乐你。咱做来念敬诗好了，上帝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第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咱来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神，
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得宝剑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就应许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起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对下面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用启应文第27篇，诗篇130篇，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7篇。耶和华，我对深渊求叫你，求你听我的声，愿你爱通听我恳求的声。主耶和华，你若救看罪恶之罪徛会条，总是你有赦免的恩，要互人敬畏你。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伫伊的话，我有仰望。我的心神听候主，比想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比手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人，你着仰望耶和华，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咱这是来做伙来看今仔日圣经节，是旧约圣经创世纪45章第1到15节，创世纪45第1到15。创世纪45章第1节，约瑟伫遐个徛伊身边的人的面前，忍袂牢，就话讲：众人就离开我出去。约瑟将伊本身互兄弟认得的时，无一人徛伫伊的面前，伊就出声大哭。埃及人听见，法老的家也听见。约瑟甲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了伫地吗？伊的兄弟袂回应，因为伫伊的面前拢惊吓。约瑟佮甲伊的兄弟讲：请跟我来，因就我来。伊讲：我是恁的小弟约瑟，就是恁所卖到埃及的。但毋免因为爸我到遮来忧闷，来家己怨恨。这是上帝找我带生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但伫即所在的饥荒已经2年，还有2年无通种植，无通收成。上帝找我带生恁来，为着要甲恁留村的种族伫世上，搁要行以大的拯救，保全恁的活命。安尼看起来，找我到遮的毋是恁，就是上帝。伊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做伊全家的主，也管理埃及全地。恁着赶紧上去我的老爸遐，甲伊讲：你的囝约瑟安尼讲，上帝互我做全埃及的主，请落来我遮，毋通言前。你甲你的囝、你的孙、甲牛群、羊群，以及一切所有的，拢通来踮伫高山的地，甲我3分。我要伫遐奉承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甲你的家眷，甲一切所有的落无妨恁的目睭，甲我的小弟便雅悯的目睭，拢看见我甲恁亲嘴对恁讲话。
恁也着将我伫埃及一切阳光甲恁所看见的事，拢甲我的老爸讲，搁着赶紧将我的老爸搬来我遮。对安尼，约瑟拍伫伊的小弟便雅悯的颔棍天靠，便雅悯也伫伊的颔棍天靠，伊搁甲众兄弟争罪，抱因天靠。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创世纪45章第1节，约瑟在侍从面前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命令他们离开到外面去。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别人都不在场，可是他嚎啕大哭的声音被埃及人听到，消息就传到王宫。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说：“我就是约瑟，父亲还健在吗？”兄弟们一听见这话，都被吓呆了，答不出话来。约瑟请他们上前，他们就走近他。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弟，是你们出卖到埃及的约瑟。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焦急自责。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生命，亲自差我先到这里来。这地方的饥荒到现在不过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也不会有收成，为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用这奇异的方法解救你们。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上帝，不是你们。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治理全国。你们要赶快回到我父亲那里，告诉他，他的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立了我做埃及全国的首相，请你不要单言，赶快到我这里来。你要带你的儿女、孙儿、牛、羊和一切所有的到歌山附近住下，跟我相近，这样我就可以奉养你。还会有5年的饥荒，我不愿看见你跟你全家和牲畜都饿死。约瑟又说：现在你们跟我弟弟便雅悯都亲眼看见，是我约瑟亲口向你们说这些话的。你们要告诉父亲，我在埃及有很大的权力，又向他报告你们亲眼看见的一切。你们要赶快接他到这里来。他拥抱着弟弟便雅悯大哭，他弟弟也在他怀里大哭。接着他一面哭一面拥抱每一个哥哥，跟他们亲吻，然后他的兄弟们开始跟他说话。感谢主。一开时间来交互李牧师要上台，带咱祈祷，然后伊要正道题目是何某。咱做来按头祈祷，慈悲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伫这段的时间，你保守阮每一个伫无共款的所在徛起，拢有主你的恩典教育。阮看见伫全世界，甚至伫美国，还是阮加州，有侪人因为这个病情来染病，来身体艰苦，甚至有真侪人失去因的性命。主阮求主你的恩典继续甲阮兄弟姊妹三甲伫底，保守阮，也互阮伫阮半地的时间，会通照你的教示来领受，照你的提醒来过一个有见证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的生活。阮感谢你透过这网络会通自集伫你的面前，对你来献上敬拜。当然，阮也为着阮每一个人来献上感谢的时，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看去一所在，因为风台淹大水，伫阮的附近的山顶也有野火在烧，天气会炎热，也有一人身体也无爽快。反正阮的性命是软弱的，阮需要主你的恩典。阮无法度来抵挡这大自然的变化。阮需要主你的看顾，主阮继续伫你的恩典的下面来领受你慈悲怜悯的时，阮也为着阮周边所有的人来献上祈祷。
你互每一个需要医治、需要稳定的人，拢得到主你教业的保守甲祝福。我为着今仔日阮的敬拜来拜列，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然后阮会当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领受，也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间做好的见证。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今仔日的经文，咱伫过去的几工的中间，其实咱拢有在提到啦，吼。今仔日要对即个焦点的中间，就是讲看到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的约瑟，甲伊的兄弟三人的故事，来思考着基督教信仰，也是讲基督徒的品格即个真重要是和睦。当然，我今仔日用诗篇133篇来做即个对应，迄内底是讲着兄弟和睦，好哪亲像咧讲着即个场景共款咱会当对今仔日 David 带咱来读的即个经文内底去看到一个真重要的key point， 就是讲约瑟甲伊的阿兄讲恁毋免感觉有罪恶感啦吼，即个带我来埃及做宰相的吼，毋是因为恁，是因为上帝。咱会当看见讲，伫即个整个约瑟被出卖即个过程的中间，事实上伊是一个足凄惨的一个历程，去用关伫监内底，佮去用误会，佮去用陷害，等等遮个代志一直咧发生的时，伊犹原会当甲伊的阿兄讲，恁毋免感觉有罪恶感。毋是恁找我来，是上帝找我来。较简单来讲，就是讲，伫咧和睦的即个头前，咱看见约瑟，伊有将伊的眼目放伫一个真重要的代志顶悬，就是咱常常咧讲咱伫遮咧辩东辩西吼，迄拢毋免辩因为迄甲救恩无关啦。意思是讲。约瑟伫即个所在，伊所看见的是上帝救恩的安排，毋是个人的人生的经历，迄种的怨切，迄种的报仇等等遮的。咱嘛知影，伫过去即种的极权的国家来讲，约瑟伊有足大的权柄，亲像伊甲伊的哥哥讲的，你转去甲我的老爸讲，我伫埃及即马是足有权柄。台语的翻译讲吼。我是做法老的爸，我毋知咱看即句话有感觉足奇怪无吼？迄个新翻译本已经甲改过啊吼，迄个意思已经无啥共款啦。其实伊原来咧讲即个意思是讲，虽然法老比伊较大，伊是宰相，但是宰相所有的话，法老爱遵行无？法老爱遵行，法老敢若一个权柄较大，会当甲除掉伊宰相的位安尼尔。所以宰相安怎决定，伊迄个法老王拢爱对，好哪亲像咧甲老爸咧甲囡仔讲话共款，说一不敢二，迄个意思啊，吼，迄个意思是安尼。这咧表达讲，约瑟伫遐做宰相的位阶，伊的权柄是真大的。伊若要用即个权柄来甲伊的10个阿兄报仇，现在敢若亲像咱用台湾话来形容吼，敢若咧戳一个狗虾仔共款的。迄是足简单的吼，但是伫足有权柄的约瑟的心上，伊所看见的是上帝的救恩，上帝互伊的呼召，这确实真正，咱咧讲的信仰，也是讲真正无简单的代志。可能咱若看到周报，想讲牧师今仔日你敢有毋对金句用遮热长啦吼，好。根据我用即3节是，咱有背无背拢无要紧，但是我想即短的诗篇即3节，这是无法度去甲切断的吼。伊咧讲的是足完整的代志。伊讲看兄弟和好是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第2节就咧讲到这亲像迄个贵气的油添伫头壳顶，咧讲到阿伦啦吼，对伊的喙手流到伊的衫躯啦吼。咱知影三句咧讲啥？
耶稣捌有人要求伊讲，互遮个人来蒙伊的三句，伫马太福音即个所在讲，伊的三句是有宽变的。当迄个祝福对头壳顶留落来，甲三句代表是上帝伫遮。迄个当咱若照上帝的教示来去行的时阵，咱就有迄个宽变，有迄个祝福伫咱的心上。然后第三节咧形容头前。迄个对头壳顶留到第三句，头壳顶最手三句，即个咧讲的是啥物货？伊用叶文山用地理来形容，来解说头前阿伦的祝福。对叶文山，咱连伊对这地理的地图吼，即我会放一寡图来，互咱了解啊吼。叶文山的落水来落到伫即个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祝福，就是永远的话。咱连伊用即个，甲今仔日个经文诶创世纪，咱要做伙来思考和睦诶意义到底是啥吼？伫江湖也是讲咱较讲诶迄个土话啦吼，咱若讲着兄弟诶是讲，咱会讲哦换贴兄弟啦吼。换贴兄弟诶意思就是讲吼，介先讲我对你姓有迄个意思安尼吼，就是讲我做恁兜诶，虽然毋是真诶，但是真正比兄弟搁较兄弟诶。意思就是讲，你诶代志就是我诶代志啊，无啥物通好温暖诶，也是安怎吼？然后咱就讲着两肋插刀啦，也是讲为着朋友吼，来上即个刀山啦，落油鼎啦吼，也是讲咱咧讲形容讲，亲像甲兄弟共款诶感情啦，也是讲咱兄咱弟啦，也有人讲生死之交啦吼，也是讲世交，讲即个八拜是较咱咧讲。通俗诶话，就是讲因安尼伫世代中间吼，骨若代拢是好朋友安尼吼。啊讲简单相照咧，用咱诶内容咧形容迄个兄弟中间诶感情啦吼，肝甲胆是连做伙吼，迄个意思吼。咧讲着遮诶物件，其实伫圣经内底，伊并无要爱咱亲像讲吼，你着爱吼两肋插刀，为着人诶牺牲性命吼。啊，耶稣嘛讲，即个真困难啦，吼。但是事实上，咱若报纸啦看起来，新闻去遐看诶时阵吼，好若亲像愈亲近诶兄弟姊妹无和睦诶情形愈侪啦，吼。因为咱愈亲近，愈有一寡物件会相争。咱倒转来看约瑟是安怎，伊会今仔日去到伫迄个埃及去做宰相。就是因为伊诶阿兄对伊所承受老爸疼呐目空赤，哦，这就是迄个亲近诶关系中间所产生诶摩擦，吼，甲嫉妒，也是讲愈容易有一寡问题诶产生啦，吼。啊，这当然来提醒咱基督徒，咱要安怎伫咱诶生活中间来去学习即种和睦。到底圣经是要安怎甲咱教导，还是讲借着今仔日约瑟的故事，要提醒咱什么代志？啊，无错诶，对圣经诶讲，对即卖社会所发生诶问题，遮来讲啦吼。啊，到底什么是兄弟？吼，也是讲兄弟姊妹啦吼。当然，你圣经咧用兄弟，其实咧讲着迄个咱咧英语讲诶 siblings 诶迄个关系吼，兄弟姊妹。有血缘的关系，甲咱有亲族关系的人，这是第一个亲啦吼。第一个亲就是讲，即种的兄弟姊妹的关系，就是有血缘的关系吼。无论咱讲一顶亲、二顶亲，还是几顶拢共款。你若只要会当牵着一个线，就甲迄个拄则咧甲周牧师咧分享的中间，就讲着咧10几年前咧研究 DNA 啦吼，迄 DNA 走袂去的，迄验出来就拢走会出来吼。啊，这个有血缘的关系，咱讲血肉之亲啦吼。是即种的，伫咱无法度去好人的关系中间，咱要安怎来结连？这是一个功课啦吼。所以伫圣经的人物的中间，咱有看见有足济无共款的关系吼。比如讲亚伯拉罕甲伊周边的王伫遐有结拜的关系，因有同盟的关系，有做伙来
抵抗其他势力的即种的关系，所以咱咧讲，这点才会当讲对政治啦，也是讲对私人的关系顶悬啦，咱即嘛看见即个国际关系中间开始有一寡联盟咧出现，咧抵抗即个共产党的势力等等遮，咱会当对实际的情形看对圣经其实嘛有安尼的关系。伫阿伯拉罕的故事中间，咱看到一个上帝应允咧讲到迄个撒冷王的代志记载伫即个所在咱有时间再过来讲即个部分啦阿伯拉罕嘛甲这阿比米勒伊来立约来建立迄个关系，所以咱咧讲的结拜的关系，就是讲无血缘的，但是有真好的同伴的关系，因是做伙伫遐来拍拼。做伙来互相帮衬，亲像咱嘛看见大毕甲伊的好朋友约拿单，虽然伊的老爸即个对大毕无好，因为大毕对比较红但是约拿单却诚做大毕真好的一个同伴。咱咧讲，甲超越过迄种兄弟姊妹的即种的感情安尼。另外一种，咱咧讲伫基督内底啦，伫基督内底讲是借着信仰，咱彼此称，咱彼此叫做兄弟姊妹，咱讲主内的兄弟姊妹，所以讲咱讲伫基督里马太福音12章第48节到50节的所在有安尼记载我用即段讲，耶稣来回应逐个会讲恁老母伫遐伊讲啥？既若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拢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所以伫迄个信仰的内面，咱拢通好彼此来称呼做兄弟姊妹。其实咱咧讲主内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严肃的提醒，对基督徒来讲，毋是讲安尼凊彩讲一个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安尼一种迄个 quote 的名词安尼尔。但是迄有足深的意义，因为耶稣讲，既若遵行我天父旨意啦，所以当咱咧个别，也是讲咱咧彼此称恩讲主内兄弟姊妹的时阵，会记住头前即句话：既若遵行天父旨意啦。天父旨意是啥物货？咱来用主耶稣互咱的新的改变，就是讲，咱着彼此相听来表明咱是听上帝。安尼咱才会通，也是讲有资格，也是讲咱称呼彼此主内兄弟姊妹，这个才有意义啦，这个才有意义。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安尼甲咱讲，既若接待伊的信伊名的人，伊就赏赐伊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逐个人拢做上帝的儿女，所以逐个人拢是兄弟姊妹。我会记住我读高中的时阵，我是做教会少年团契的即个副会长啦迄阵阮爸爸做教会迄个圣歌队队员，伊较后阮共年厝的共年厝的要招因去圣歌队，伊卡去安尼是某某兄某某姐我甲阮爸爸差40岁，但是伊对我共年厝的人，伊嘛是称某某兄某某姐，迄是咧甲咱提醒讲。伫主的内面，伫伊的名内底受拯救的人，拢平啊成做上帝的儿女，咱拢平啊成做兄弟姊妹。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提摩太后书其实倒落予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定定咧表明即种主内兄弟姊妹的即个真重要信仰，亲像伫咱遮，伊讲甲伊所有的兄弟姊妹拢甲你问安啦所以保罗伫互提摩太的批信中间，真强调迄个主内兄弟姊妹的概念即个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对基督徒来讲，伫兄弟的中间有啥物问题？当然，其实嫉妒是上大的问题。当然，嫉妒即背后，就是甲后壁咱咧讲的祝福啦，也是讲即个财产啦，有
关系啦吼。阿东的两个囝，该阮甲阿伯即两个的问题，嘛是目孔赤，敢毋是安尼？虽然毋是讲要得什物财产，但是因为上帝欢喜阿伯的奉献，其实该阮家己做无好啊，尾啊咱会看见该阮家己做无好的问题啦阿伯拉罕两个囝，迄个问题，以撒甲以实玛利即中间是有彼此嫉妒，甚至咱咧看见伫以撒的老母，以撒的老母对即个夏甲甲以实玛利，因咧欺负因即家，伊感觉看袂过去，有一寡竞争，有一寡比较，有一寡嫉妒的问题。以撒的两个囝呢，咱咧讲以扫甲雅各，当然咱拢较直讲雅各欺骗啦但是以扫呢，看见大囝的祝福，了后伫遐后悔啦，去骗去啊伊的小弟嫁做伊去领受着，这大囝祝福了，伊就受去。这当然这佫有足侪故事啦但是咱小可点出来，就是讲伫圣经内底，原来有真侪安尼的问题争取这个祝福也是讲咱讲的财产啦阮拄则已经讲着以扫甲雅各的代志。大比的囝像押撒龙想要来做王，这嘛是财产啦，遗产对无？但是伊背叛到啥物程度，连伊老爸也想要杀毋是干那迄落尔伫耶稣的葡萄园的譬喻的中间，这第一批的工人，敢毋是出伫嫉妒，要来争取更较好的祝福甲薪水吗？因这嘛是出伫即个的代志。龙主故事内底大囝，当伊小弟转来的时阵，伊来老爸邀请伊来伊感觉讲伊的拢已经开了，这已经是我的安尼伊无爱度过来分享伊所有的祝福，伊无愿意，伊甲门关起来伊甲门关起来。过来伫即个兄弟姊妹中间我感觉上无好的一个特质就是分党结派兄弟姊妹中间家己分党结派这嘛拢毋是好代志啦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就是安尼，咱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咧讲到阿波罗、保罗直接讲真清楚，我甲偌济人第一章伊讲，我甲偌济人说咧无重要，重要是因是归伫主的名内底，所以伫遐咧分党结派是无重要的代志。安尼咱倒转来看伫约瑟今仔日是安怎伊会甲伊阿兄讲，恁毋免惊吓，嘛免丢毒，嘛免为着家己所做的毋对来伫遐感觉心里过袂去，因为找我来毋是恁，是上帝找我大圣恁来，是为着要来救恁，伊所看到是救恩。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3章，伊咧强调是啥物诶？救恩。伊讲压水的、栽种的拢无算做是啥物，只有互伊大藏的上帝，迄救恩较是重要啦咱若要来争取，是来争取看有得到救恩无过来上大的问题是咱甲社会关系，这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就是讲，咱甲别人的关系，除了咱讲主内兄弟姊妹以外，安尼主外是毋是咱的兄弟姊妹？若照现代咱较有即种社会观的教会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时阵，是足有关系。因为咱若无伫咱的朋友伫众人面头前做见证，咱信基督就无采工啦社会关系无好会带来足大的危险，包括咱本身彼此的关系。咱即几工伫阿祖萨山顶的即个大火，烧掉2500 acres 以上结果尾查出啥物原因，你知无？就是两个 homeless 伫遐冤家，伫遐讲我给你烧死，给你烧死安尼引起大火迄个社会关系无好，其实会亲像安尼，会
会受到周边的人受到足大的负面的感染甲影响。所以基督徒要安怎伫即个内底来思考和睦的关系，这个是真重要。当然，对家庭关系开始啦吼，咱基督徒的即个信仰耶稣定定咧强调伫新的诫命讲，要爱疼人亲像家己。伫家庭的即个咱讲无法度去隔断即种血缘的关系 ，DNA 无法度去好认的即个关系中间，咱若无去建立好势的时阵，咱真困难去甲人讲我对人足有疼，哦，也是讲我对我家己的人无好，但是我对别人足好诶，安尼感觉怪怪吼，怪怪。伫教会关系中间，伫罗马书12章第10节讲。疼兄弟就爱彼此亲热，爱来尊敬人，爱彼此来互相商量。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咱拄则有讲到，保罗伫遐强调，阮所做的拢无重要，较重要是上帝的救恩。伫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嘛伫遐甲哥林多教会强调，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是伫基督内底的一个肢体，咱属伫迄个头壳。基督的即个身躯，咱袂当讲我骹笑手骹喙笑目睭，毋是安尼。咱颠倒爱合作一体，有迄个和睦的关系，做伙来完成一个迄个代志。真重要就是上帝的救恩。社会关系，对教会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咱要安怎甲咱所接触的人有好的关系？来见证咱是属于耶稣基督有请即个基础的人，我想这个是真重要，互咱来思考的。基督徒要安怎甲所有的人有迄个和睦的关系？咱对约瑟的典范来去看，咱拄则有讲着啊，做一个宰相，伊有宽便，要想要甲因阿兄安怎拢会使。咱最近看到讲。伫香港迄个真大诶报纸，真有钱诶，即个头家无缘无故伊甲伊诶囝，甲伊诶一寡主管莫名其妙就去互掠去啊！伫极权诶国家诶制度内底有即种诶权柄，约瑟会使来甲伊阿兄做报仇诶动作，但是伫今仔日诶经文第5节、第6节、第7节遮安尼讲伊讲，咱毋免因为卖我到遮忧闷，家己来怨愤。这是上帝找我大成恁来，因为要保全性命。再来讲，呾伫即个所在的期远已经2年，犹久有5年无通种植，无通收成。所以伊咧强调是啥物？强调伊讲较重要是得到拯救，毋是我来报仇啦，吼。OK， 所以第7节安尼讲，上帝找我大成恁来。是为着要互恁留存的种族伫即个世上，这是上帝真奇妙，透过一个受困辱、受侮辱、受迫害、受骂的人，去到伫外邦的国度伫遐做宰相，然后来保全伊选民的命。所以伊讲啊，佮着惊伊的大拯救，咱有看到吼。伫约瑟的心目中所看到的焦点是即个上帝的拯救，所以要来保全恁的活命，毋是要来报仇我的怨愤。这个是约瑟留伫即个所在，所要互咱看见的。伊讲安尼看来，找我到遮的毋是恁，就是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约瑟真清楚，伊家己对上帝所领受的调命。我来遮是上帝找我来，我来遮来拯救埃及，拯救万邦，来拯救雅各的家是上帝的旨意，毋是因阿兄的工作。所以伊伫遮甲伊的阿兄来互相相认的时，伊就是安尼来表达迄种和睦的关系。伊今仔日的经文，咱看见伫14、15、16遮咧，伊就甲伊的小弟甲伊的阿兄一个啦，一个安尼来表示和好。咱知影
你若看见迄个中东啊，最近以色列甲即个阿拉伯有好诶合约吼，伊若见面吼，伊拢会安尼互相来真刺激吼，来表示迄个和好诶关系，和好诶关系。所以咱也要借着诗篇133篇来看今仔日国际，也是讲咱诶生活。伫国际上，我用2项事啦吼，就是讲前无偌久伫8月诶初9，美国卫生部长来去到伫台湾来访问台湾，签落即即个合作诶即个咱咧讲诶备忘录啦吼 ，MOU 啊，伫即个中间有要搁进一步较济诶合作，啊，这是过去诶41冬来毋捌发生过诶代志吼，啊，这会通看见讲迄种诶和睦诶关系。诶，升温吼，迄个升温。另外，咱看见讲以色列甲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诶合约，当然这比迄个停战诶合约搁较进一步。也是咱咧讲即2项代志拢是一个正式正式结明有外交关系诶一个前一步啦吼，第一步安尼吼。所以伫要建交进程的前奏曲，这开始来发生的代志。咱会看见讲，咱定定咧怪讲吼，这拢是迄个以实玛利甲以撒留落来问题。我讲，毋通去怪祖先啦吼。上大的问题是，今仔日家己有愿意去面对这项代志抑无？有愿意来放落迄种的冤仇？迄个理由有愿意甲对方有和睦的关系啊无？你毋知影？伫以色列甲阿拉伯的关系开始要建立的时阵，有另外一个阿拉伯的国家伫遐咧跳骹，伊朗伫遐咧跳骹，为什物？伊朗的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所谓的即个真强烈做法的一个宗教国家组织啦，这是。毋是过去祖先的问题，嘛毋是旧约的问题，是现代人的问题。你有愿意要用和睦的关系去互相来款待啊无？这甲以色列甲阿拉伯拢无关系。对伫诗篇133篇，咱来看见和睦，伊也讲兄弟若和睦相处是何等的水这个水是咧讲啥？这个水毋是讲一张图安尼画了真水安尼，迄个水是一个真有见证的生命，真有受祝福的生命伊开始后壁伊开始咧讲伊就讲到迄个祝福亲像伫阿伦的头壳顶受膏抹迄个油。咱若看见诗篇85篇第9节到13节，咧讲到上帝的祝福是满满山顶有即个。云会落雨，水满沟即个杨比即个草较济，路径顶悬拢有油咧滴，即种的祝福，就是当咱和睦相处的时阵，上帝要祝福互咱的。然后伫第3节开始用到地理上来讲到即个阿伦对头壳顶喙手到即个三句。即个咧讲伊其实是咧用地理，就是犹太地约旦河的即个咱咧讲的迦南地，也是讲受祝福的地、受应允的地。咱知影，伫即个犹太地、迦南地遮，咱无法度看到即种的景致，咱无法度看到即种的景致，因为即个迦南地。是一个真芳，亲像咱加州，特别是南加州即种沙漠也是大地的一个地理的所在。咱来看即个卫星的图，咱就知影，你真难得看到讲有一个所在有即个顶悬即张图，遮的西山是安尼规年通天的，遮看袂到伫遮拢看袂到啦。伫即个区域内底，遮拢看袂到，伫遮拢看袂到。咱知影对叶文山是伫遮对遮落来有一条河，来到遮水就无搁出去遮变做咱咧讲的死海。
咱咧讲的死海吼，啊，即条河的水对倒位来？就是对遮来，这就叫做玉门山吼。然后对遮开始流，吼，对遮开始流，对伫迄个咱咧讲的该萨利亚、菲律宾的所在，水汶出来了后，开始流对变做即个约旦河伫即个所在，然后互整个犹太地受到祝福。吼，咱来看遮，遮有互咱看到即个字玉门山，吼，然后伫即个淡的所在，才开始水泉汶出来，然后开始就有水。安尼称做约旦河，这是加利利海，然后搁落来到伫死海，遮因受到足大的祝福。伊讲你若兄弟和睦相处，就要亲像安尼对即个山顶有落雪的水，然后有遮安尼无法度互人了解的迄款的祝福。你要看遮的所有的所在。拢是啥？拢是沙漠大地，除了即条以外，即个地理来看，真正是足特别的吼，真非常非常特别。即个第三节是咧形容第二节所咧讲的，伫亚伦，咱看见伫出埃及记中间咧讲到亚伦安怎受到膏抹、受到祝福。第二节的经文嘛是安尼讲，若用第三节来看啦吼，这个叫做玉门山，这叫做迄个水泉开始的所在，然后一直流，这是约旦河，安尼流落来，这是迦南地。亚伦本身代表啥？祭司，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吼。伊用亚伦来做仪表，用这个地理来形容。当兄弟和睦相处的时阵，要受到上帝偌大的祝福。也望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对约瑟的典范，对伫诗篇133篇的经文，来思考，咱爱有和睦的关系。咱要讲，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看法。最近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我。甲因做婚姻的协谈。其实你也注意听讲因两个咧讲的话，其实遐个代志拢甲婚姻、甲疼拢无关系啦吼。意思是讲吼，迄个鸡卵内底咧捡骨头迄种问题，嘛会当闹甲两个人需要来去找牧师来去帮忙因。兄弟姊妹中间嘛是安尼，真侪时阵咱若无囥伫咱的眼目，囥伫迄个上帝的救恩的顶悬的时阵，咱真容易迷失，咱真容易会造成更较大的混乱。咱容易亲像哥林多教会安尼来分裂、来激动。咱需要更较侪徛伫上帝救恩的角度来看，看咱心中的呼召，看上帝互咱的祝福。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约瑟，透过诗篇133篇，搁一摆来提醒阮彼此诚做兄弟姊妹，是因为阮决意要来彼此相听，是阮领受主你的看顾、主你的祝福，阮也悠然伫你的面前来决志，要亲像兄弟姊妹安尼的情。来彼此相提携，彼此相鼓励，相听伫你的面头前。求主你来帮助阮，透过阮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的听，也将这个听来分享伫阮周边遮个需要的人身上。求主你透过阮，会通诚做人的祝福。阮需要主你的恩典，求主你来看顾阮。用你的听来喜乐享受阮，阮为着阮所领受的来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阿免。感谢你牧师，咱这时再回来用圣诗430首，为万民求主照顾。
430首，咱做第伙回应。 430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然后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今仔日要上帝，阮感谢你，你永远拢袂放下阮。阮感谢你，你作时刻依然保守你的扶持阮。阮感谢你，赏赐阮济济。阮感谢你，伫阮欠过时阵，你的恩典有到了阮用。阮感谢你，你今晚当做你的囝儿。 就特别上来帮助阮，让欢喜来为主做工，帮助阮兄弟姊妹人，伫咧听的来宾，大家了三听三好，逐人为主做伙见证，恳求主帮助带领阮每一人的脚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来做伙来。 咱请牧师来祈祷，来祈祷关怀。来，拄则讲道中间我有讲着吼，迄个后主查这边遮吼，有即个火烧，咱也为了祈祷天气炎热，佮发生即种诶代志吼。你也看即个即相片下骹有即个厝真近啦吼。因为两个人安尼冤家袂拄好，互边仔人会受到伤害安尼吼。咱就为着这祈祷，为着这疫情来祈祷吼。咱也为着第一线诶工作人员特别是这 ICU 这个 COVID-19 unit 诶人祈祷啦吼。咱继续需要伫即个网络顶悬来进行礼拜吼，一直到即个政府若有命令讲会使倒转去伫礼拜堂诶时阵，咱才有要去开放即个实体诶礼拜吼。这中间请咱来注意逐工互咱，也是讲我提醒拜五甲礼拜这个link 好，咱这个
伫实体礼拜这中间，咱若有奉献，请用支票的方式来注明 CFO 吼，咱教会感谢。寄伫教会，也是要寄互主席长老，拢会使吼。咱会伫逐礼拜这周报中间来定奉献的明细安尼吼。咱感谢洪明兄甲咱指接啦吼。咱进前因为这个册手仔的关系吼，所以咱有看到遮啦吼，迄个牧师爱翕相有翕相的好处啦，所以看到种这手仔倒落来，爱甲咱这个地板用破吼，了方面有去甲这个册手仔公司讲，因就来替咱修理这个地板吼，这是前礼拜伊伫遮拜二伫这个所在咧涂这个地板，我有去甲因看啦吼，了后因用好了后伫拜四，伊早起我大概7:15就伫教会遮，伊就已经有一个人伫遮咧做啊吼，一直到我中昼离开，因还搁伫遐咧等时间咧时仔个啦吼，做了真水啦吼，迄落有人看我的迄落相片，讲咱的栏杆哪会无去吼，直接互咱看吼，咱栏杆还直咧啦吼，咱栏杆无受影响啦吼，这就是因伫遮咧用真专业，有一个南仔公请来吼，咧用安尼吼，咱真感谢上帝，拢真顺时啦吼，过来拜五吼，21号阴暗，咱有要查考提多书第1章，本地是昨日，但是我单讲这个概论讲较济啦吼，好，咱前礼拜是咧这个主日的初九吼是21个人，这个早间是11个人吼，是咧这个奉献是910块。咱后礼拜这个讲道的资料伫遮吼，请咱师会同工周报内底我有写啦吼，后礼拜师会是这个朱敬兄这个事情是处理吼，以上。咱接下来再读今仔日的经句，是伫诗篇133篇第1节到第3节，咱做来读2摆。诗篇133第1节，看兄弟好好，感谢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平迄个贵气的油，停伫头壳顶，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伊的衫裤，也通比平结棍的落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听到祝福，就是永远的活命。咱个做来读一摆，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平迄个贵气的油。停伫头壳顶，流到喙手，就是后轮的喙手，佮流到伊的衫裤，也通比平结棍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听到祝福，就是永远的活命。咱这是来吟上吟的诗。513首，然后第500，你无收足着。第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Yeah.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在早就应允要将你的救恩赏赐予阮，特别阮伫现代在面对这个中共的武汉的疫情的时，阮更加深深体会到主，阮需要你的怜悯、你的看顾，甲你的保守。愿主你的平安，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叠到永世大保证。阿免。兄弟。